日式洋葱炒牛肉，歡迎嚟到微波視頻。大家準備一啲牛肉、洋葱、青葱、醬油、味淋、蒜粉、黑胡椒粉、食用油。牛肉切成薄片，方便炒熟；洋葱切成細絲，在牛肉中加入醬油、味淋、蒜末同埋黑胡椒粉。醃製約15分鐘，在平底鍋中倒入適量食用油，中火加熱，將洋葱絲放入鍋中，翻炒至洋葱片軟強微微透明，將醃製好嘅牛肉放入鍋中，快速翻炒至牛肉變色，最後加入青葱段，再次翻炒均勻後，即可關火。將炒好嘅牛肉、洋葱盛出，配搭白飯享用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啊！